苗栗的肥业产业是过去喏，不过谈论产业晒出去强强蛮黑，更加为做太阳光的某一多年呢，很稀缺的韩国少哦。不过公馆有一个老陶瓷恰发装，有一个第一门生，是伊新球中西下。中西下是印尼咖喱曼丹的行业，15年前加到苗栗，本单是一团加官天数的，没想到可能都好晓的。还因做应有心头，连恰发装如引述，讲也新球比伊韩国哟。一般俺把做种就好做做，俺们做啊。78岁的老头子恰发种，15岁出摊的阿爸伫工厂打奶。有讲做该会做动辛苦嘛？那是辛苦，特别无机器无嘛个，全部用人为人诶。哎呦，人来啊！苗栗政府就天然雅士，韩港饮奶嘅品质都涨到，是系推翻总会个冻出来嘅乡址。恰发种做啲讲，命奶命嚟贵版生意。一直到56岁，佢就自家开工厂，专门做太阳光。特别你忙你太阳个有冇？咁忙有冇打开你都天气了。贵吞奶嘅整盘红金啲，老师傅介绍就从年底嘅电器素肉，50嘅酒就天天啊做出太阳光嘅底。睇嚟产业晒到本位去，韩国就用嚟塑胶制品，投资产业天天啊做唔下去。主皮係從做啲安泰嘅啱講，後市就好過，自己冇幾多啥曉做，未冇人想會做嘅。一隻太昂嘅吼，從開始嘅年來都大昂嘅人都做到好少出來。那個環境差唔多1整年嘅時間，對到昂來講吼，買出去張3000人嘅嘢，你一隻細老闆一隻細茶壺嘅。佢從來都好都早，差唔多1個禮拜。無論係世界新聞、經濟效益，太陽光都變得係紅嘅投資品。如今為唔盤的阿爸見來見到水，陳友俊是建議阿爸轉型。你給他其中一直在等訂單，如果給他就想講，係沒有賺。咁我老爸爸參詳結果講，其實人家安尼傳統產業已經冇多少人有做嘅啦。阿爸爸就講，還是堅持啦，講堅持落去，執個框啊嚟啊，你係嘛？後生嘅世界就會個係味道嘅雲盤時，兩下茶發中會做到冇強壯嘅作品，從係兩件東排挑嘅好豐富。阿爸我想到啊，做嘛，我想到就做，我就做啊。雖然從細看你阿爸做，茶不子並冇春到阿爸嘅好手藝，睇嚟都從為係是條路。邊度係地波下停頭停尾，每一次聽啲茶發中順紅停數嘅線橋，仲食下學到嚟加棍嘅功夫。喺面試架上課嘅，也喺廣播下我要聽住嘅。切架上咧，用咩上嚟應該係當日用舊啊，舊都用舊到應該要順數嘅吧，都用好定啲啊。特別佢都健康啊，康係唔係做啊，做就做嘅啊。你是搞幾多位做？係啊，想來將人走順頭嘅，來大件都會來啊，乜可以做嘅啊？中成下係一年行業，20歲戒煙對咖喱曼丹咖喱推翻，戒了時自己中府咪唔曉得講，除用合會留部行業交通，唔過幾個強頭留苗啲時間強冇強肉，所以中成下大體都係用開嘅。看嚟，除了加工嘅手藝，看下嚟。當時我加工咩冇想到，喺教我做樣嘢呢，佢咩冇想到，佢咩唔定嘅都嗌都用嘅學都學背嘅，用看佢用做都背，佢咧做都好都曉背，嗌背做嘅樣，哎喲，人家佢講嘢線條背做嘅嚇到。也線條你知道用白用印證冇？有啦，冇印證，佢睇嘢幾咁做啊？啊，你下好你功夫好淺度嘅種也線條係而家佢較強呢？邊個較強？哎呀，邊個較強咯？苗栗咪做陶瓷全部做設計，係。你人睇咁樣知道清茶邊嗬？係，對呀。
拖到我不要。中山下嘅勞工長期利用本地的推進做事，讓冷車專門繞衝東武漢，幾場盡力提數。因為個牧羊呀，過了天數左右嘛，伊辛苦啦，但是講上工做完後天數做，冇之前是冇上咁多啊。而家邊現在聽下牧羊，聽下牧羊啲嘢好。以前人我都使用學係用學起來唔怕啦。你寫唔會同你生理啊，唔會磨踢啦樣。從日本時代都見下樣，橋用行了啦。但是聽阿爸樣講咩好啦，但是按工廠嚟做生意又不會多啦。堅持到最尾，仲算幾條未捱過嚟，是做啲蒙語下單類天賦，冇乜計生理嘅記得。我也做頭油、做酵素、做廚藥，其實係真係用喺太陽嘅較好。係，你頭擺嘅話，其實全部用塑膠嘅，結果就會因為時間問題，然後就飛頭嚟這個前面嘅太陽嘅嚟用。也係傳統產業嘅新機會，兩下繞衝勝地至見問題。上下個因為落機主分還冇天朝就行空做，老師傅超過日夾子嘅功夫，就自先求下來數姑娘，用手工嚟做暗工，按樣嘅本土，還係會繼續傳承下去。